队表演。成功大学75周年校庆运动会，好多种表演，还有业余队表演呢。这里是光复校区火车站的附近。好，接下来要出场的是发票要记得。 7位竞赛，来，跟着！这个竞赛还有7位竞赛。成功大学75周年校庆，还有业余队表演。 好，接下来我们出场的是统计99，他们的介绍指示。 以为统计只会用手玩数字吗？那就来试试看用脚 PK 啊！让我们大慈大悲的让你一只脚啊！让我们用脚丫子教教你们我们之间的变异系数有多大嘛！让我们手勾在一起，迈向 Anyway 的胜利啊！哦，好，请准备。 好，请大家给掌声好吗？日本金泽大学来到我们成功大学来。来到我们学校参访，顺便参加我们的20人20奖。哦，到达终点。 两国合作不错，成绩参考成绩15秒51。好，非常感谢我们今天的20人20秒决赛就到此结束，非常感谢大家。好，我们20人21秒比赛完毕，我们马上统计 得奖的队伍，然后我们要请赞助我们这个活动的南山人寿陈经理来为我们颁奖。同时，教职人趣味竞赛，我们也要在这个时间来颁奖，请准备。成功大学75周年校庆特别活动。李老师，可不可以进行下一个节目？ 所以现在我们请这个啦啦队预演完以后，我们马上颁发今天早上的2个奖项。李老师现在是那么成大管弦乐团演出。
有个劲的人呢。光大学器械中文校庆活动，还有陈代表生日会我们现在要颁发教职员奖金，图书馆工科系总务处派个代表到司令台前领奖。我们大还有经济学系的。文艺。你不能直接这样走去啊！走来走去啊！哎，走在这啊！好，我们现在马上先颁发教职员趣味竞赛得奖的队伍。教职员。好，我们现在马上先颁发教职员趣味竞赛得奖的队伍。教职员工趣味竞赛，第一名总务处，请派一位代表。第二名工科系，第三名图书馆，请各派一位代表到司令台下的授奖台准备领奖。这样啊。洪振义老师，负责的，好，我们请颁奖的，我们请体育室黄主任来颁发今年度教职员工趣味竞赛。好，第二名工科系。好，第三名图书馆。好，接下来我们颁发刚才进行的20人21条。首先，我们颁发竞速的第一名阿萨布。
少你们一个香水。应该还有本旋律。好，第二项单名哈哈哈队，今年度教职员工趣味竞赛。好，第二名工科系。好，第三名图书馆。好，接下来我们颁发刚才进行的20人21条。首先，我们颁发竞速的第一名阿萨布，成绩9秒20。第三名普务欧帕，陈总经理来为我们颁奖。图书馆，请派一个代表到这个领奖这边。你刚才少举了一个香水。应该还有本旋律。好，第二项单名哈哈哈队。没有李欣杯啊。我们请表演大会操表演的同学上看台，上圣火两边以及上。好，我们请快一点，动作快一点啊！合照的动作快一点。好，第5名，中球比数队。好，接下来第6名塔克尔队。
乐仪队表演。树德家商乐仪队在南部地区一向享有盛名。凡各项重大活动及全国性的重要庆典，以及外宾接待、国外姐妹式的访问活动，皆有着他们精彩演出的足迹。最令人津津乐道的是，速速在双十国庆时，总统府广场前的游行表演，他们精湛的演技、高昂的团体精神，均令人叹为观止，并赢得各界的赞赏与肯定。而管乐队近年来联合仪队及旗队，代表高雄市北区参加台湾区音乐比赛、全国决赛，年年获得室外管乐合奏比赛优等奖第1名。近年来更已连续8度荣获象征最高荣誉的特优奖第1名。该团队这2年来代表高雄市参加美国波特兰姐妹市玫瑰花节大游行、加拿大温哥华2005年台湾文化节演出活动，也屡获佳绩。就让我们来欣赏他们的表演。陈建伟，帮我拿包包。我在那边啊，你看这边有旗子啊，你赶快去。成功大学75周年校庆运动大会。向前方是大圆百远东百货公司，现在在台南市后火车站旁边那种光复校区。
树头加装配一对精湛的演出。有拿指挥刀的，有拿旗子的，有吹乐器的，还有表演团队。队形变化，超强势，好还有起舞的。好，请看，给他们说。
队表演。